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针对着美国猪肉进口问题，陈吉仲去到婚林甲猪农座谈，就算有政治配套，猪农上该烦恼也是规个产业会受到影响。未来翠安国家队所生产的翠安外面拢会当 MIT 的供应，上紧在2礼拜内就会来实行。台北上山好亲像有顾婴仔中心虐待囡仔行为，目前社会局正在调查。针对着美国猪肉进口问题，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下晡去到婚林土库，甲猪农座谈，强调座谈会是要互国内的饲猪仔产业会当永续发展，甲提升竞争力。来讲到100亿的饲猪仔发展基金，会收集众人意见，向行政院报告了后再来施行。不过现场的猪农却是表示反对这项政策，是因为猪农烦恼讲开放了后，猪肉介绍的大半，猪仔囝的订单也拢会全部互邮去。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米猪，每年元旦都要开放台。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最近一直甲猪农沟通，7月1号到婚林土库甲全国猪农座谈时，猪农希望也会当明确公布政策白皮书，定台湾饲猪产业未来走向。要达到竞争力的提升，比如说育成率要提高，比如说现代化的猪舍要做新建，那我们要减少空污、水污，甚至还有一些外销冷链。陈吉仲表示，座谈会重点伫安怎让国内饲猪产业永续经营，甲提升竞争力，并且甲全国猪农讨论8亿饲猪发展基金要安怎使用。因为离开放进口要过3个半月，强调会去沟通。也毋过出席的猪农反弹的声音真侪，有不少的饲猪户因为烦恼明年美猪开放，猪价落半，原本有订的猪仔囝风退回。到明年的正月有可能拄仔要卖。所以啦，我宣布拄仔开放入来的时阵吼，会拄到即批猪仔囝要卖肉猪，所以价钱已经卖了呀。应该是要全面禁止莱克多巴胺是对的，不可以公开，也不可以让危害台湾人的健康啊，这才是正确的。全国各地饲猪合作社农民拢出席这摆的座谈会，为了希望政府重早公布相关配套，各界政府提出魄力，强制规划业者做好猪肉的产地标示。陈吉仲表示，卫福部已经有定出相关法则，一旦查核无依规定标示，将罚款300至400万。不得不做的工作，咱这个先看，等这个产业政府会甲咱顾，咱会使尽量来配合安尼。面对价介绍的米猪来甲真香，政府要如何防止猪价崩盘？带领猪农转型，从危机变转机，外界拢等咧看。记者综合报道。是苗栗伫昨深更的时阵，刷伫官方网站预告小卖的食品标示相关草案，内容是继续维持猪肉这项原料、猪油这项原料，若是透过小卖方式就唔免标示，所以引起民众疑虑。卫福部长陈时中今早起就讲，目前也是希望做到全面标示，也不会文字内容爱确认，目前是也未定案。猪油的部分，我们定义选用台湾的黑猪油。锅仔饼业者提出一沓高包订单，证明店内制作锅仔饼用的猪油，那是在地台湾猪，也有 CAS 标章，也提出冷冻猪油讲，开店超过30年停过，豆牛奶粉、地高仔油、澎湃对食安要求真严格。拌猪油。米粉加猪油淋做伙一直烂。锅仔饼师傅亲自示范传统大饼油酥皮做法，萝卜豆丝口味为外层酥皮甲鸭绝对拢有猪油。若讲未来锅仔饼用油需要标示产地，伊讲也双手赞成，认为食品业者都应该对产品负责。产地来源把它标示清楚，其实不会造成任何的麻烦。黑猪油、炸的猪油来做月饼，这样反而更消费者会更信任我们公司的产品啊。我觉得就是一视同仁啊，不管你是大的店或者是小的摊子，你做什么，你放了什么，都应该让我们知道。食药署初一案有个山庄食品标示规定第5点第3项草案内容可维持猪油、山庄原料免标示，也毋过卫福部长陈时中7月早起澄清相关问题，也该确认，也是朝向全面标示方向进行，其中包括月饼、葱仔饼相关用油。预告嘛，那基本的架构，我还认为朝向要标的一个方向来进行了哈。不过我们要跟各个相关的团体来做一点沟通，了解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
猪油除了伫传统的肉店卖，等于厝的家己钱以外，大卖场也有卖。外包装产品标示也会注明原产地，会当讲拢是标示台湾。卖场通路业者表示，若讲猪油无强制标示，消费者买含有猪油食品，将真歹选择，颠倒间接影响台湾的加工食品销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开放美国猪肉进口的风波是继续伫咧滚价，有真侪国民党执政的县市，亲像是云林县、嘉义市，拢坚持猪肉袂当验出3肉精。不过，这也出现地方甲中央的标准无共款的情形。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搁再发声，希望中央甲地方拢爱共心。甲冰箱开咧经猪肉，政府宣布明年会开放进口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不过，占台湾4成猪肉供应量的云林县是推出认证的标章，坚持云林的猪肉一定要零检出。云林良品零售肉精的牧场，以及云林良品零售肉精的这个商店，我们一定会倾全力来维护乡亲的这个健康哈。我们最重要的立场就是捍卫国人的健康，而且要为食安来把关。如果这个食安没有办法为人民把关的时候，人民一定会对政府是失望的。嘉义市伫议会提案修正食安自治条例，若是后礼拜有通过，未来嘉义市的猪肉只要有验出莱克多巴胺，就算符合中央规定的安全会当食的量，嘛去互裁罚。另外，台南甲高雄的国民党议会党团嘛准备第二要提出修正案。我们尊重他们的立法权，但是地方的法规碰到中央法规是否属于有效，这个部分要请法学专家来做一个处理。不管是在执行或者是在整个对于莱克多巴胺美猪的一个检验的标准上，我们会跟中央一致，但是在做法上我们会来严格执行法律。国民党动员地方的民代，要修正各县市的自治条例，不过可能会演变做哪个县市、甲中央，还有地方无共调。咱若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搁一摆出面发声。对于相关食安一样的道理，政府绝对严格把关，清楚标示，同时也希望中央地方一条心。大家齐一步做，不要乱了套。美国猪肉开放进口，前期要求未提，中央甲地方要安怎来沟通甲协调，才会当有共识，共同维持人民的健康。后续的发展受到大家的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国内疫情。国内在今仔日又搁增加一个对法国带病入境的个案，是一位长期伫咧法国食头路20外岁的台湾女性。伊出现症头的时阵，有伫法国看医生，不过医生认定是感冒，一直等来到台湾入境采检了后，才检出无害细菌。那个案是在8月30号开始出现头痛、肌肉酸痛的症状，那在当地有就医，那诊断是流感啊，那服药是有症状有改善。9月6号返国入境的时候，那因为有症状，所以有主动跟这个检疫人员通报。那在机场采检后，那住在这个集中检疫所，今天确诊了。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个个案坐飞机的时阵拢有挂水暗，要掌握到32位接触者。法国证实，逐天拢增加6000多人感染，这也代表法国目前状况严重。行政院伫昨暗有调集各部会来开会，针对着中国水暗南入去水暗国家队的问题，要彻底查办。另外，也通过决议，未来水暗国家队所生产的水暗，外面拢爱当 MIT 以及着 MD 的供应以外，行政院也表示讲，按算伫2礼拜之内就会来实行。药局一透早都有民众排队买欠命剂喙暗，虽然顶日发生嘉义科技摕中国喙暗南做国家队医疗喙暗事件，也过多数民众对国家队喙暗也是有信心。有检查过，但是没有拿到那种特殊的那间厂商才会进那一个吧。嘉义水暗开放药局晚会，这几天落来已经回收大约187万片，其中以新北市上济，基础机南台北。目前国家队喙暗外延供应机并无统一规格，有一寡喙暗印 MIT， 有一寡是印自家品牌。药局甲部分民众认为，国家队欠命剂喙暗供应的机应该统一提悬辨识度。统一这样子的钢印字样的话，民众也会比较少掉一层疑虑。民众经过加力口罩的事件来说，他会恐慌。像我也遇到，他不是印 carry mask， 可是他就是拿着完全没有 MIT 的钢印，他就会担心说，那你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
为了避免乌白蓝的事件搁发生，经济部伫行政院会报告，并且通过决议，未来国家对生产喙安拢会用 MIT 还是 MD 2样的供应，有计直至2礼拜来实施。大概1-2周之内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作业。那这样让每一片国家队的口罩上面都会有 MIT 的标章，要求到最小包装啦，是7片装，那你一片一片卖，然后或者是那个1盒1盒卖，你都要标示出 MD 和 MIT。另外，行政院发言人丁仪明表示，目前已经只是检调17次面上，敢是有业者将中国非医疗级喙安揽作国家队喙安，到目前只查出嘉利科技一件违法，其他国家队业者无违法的代志。不过目前查出有业者进口非医级喙安装伫医用包装，不过无伫签名在通路卖，敢是有条故意乌白蓝道理，检调正办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假喙安的问题，顶个月初2有民众伫南投药局买到一盒喙安国家队厂商宏伟所制造的医疗喙安，不过等到处理才发现讲，这外面的包装是印着宏伟路材有限公司，怀疑甲伊买到的是假货，就向调查站提出检举。那查获刘显向某经销商公司购入未经核准的医疗口罩约61万片，那在委托某印销公司冒用口罩国家队宏伟公司的名义印制2万余盒外盒，以宏伟公司的名义贩售非宏伟公司生产的未经核准医疗口罩。南投检调就去彰化所在一间企业社也口鸭工厂内面20万3800袋的喙安，检调查出也传一寡嫌犯来问话，落尾也依照着早期伪造文书药事法定罪，向法院申请收押禁见，也得到允准。警方也呼吁民众，若准喙安有问题，就要量早检举，避免影响到防疫安全。接下来要讲的是，年假假期上该惊的就是塞车路。为着要避免中秋甲双十假期塞车的问题，公路总局伫今仔宣布讲，伫年假坐客运有优待以外，甚至有坐客运优待饭店或者是租车的介绍，就是希望民众会当利用大众交通工具去花莲台东佚佗。今年5日做连续假期，真侪车开入国道5号，一路塞到苏花界甲苏花公路引发民怨。7月9日中秋甲国庆连续假期，为着鼓励民众坐大众运输工具，公路总局推出各种的坐客运优惠。除了延续台北花莲客运促销价来回400以外，连假期间会机动调整大客车路线，塞车时及时分流，大客车改行替代道路。另外也推出移业结名，加入行社甲饭店推联票，若是坐高铁，再搁坐客运，也是坐大专市区公车拢有优惠。今年有一个更加不一样的部分，就是我们协调，就是宜兰跟花莲的一个在地的一个租赁业者，那么提供一个租车的优惠。公路总局也协调花莲3间客运业者，年假期间增开一条来回各饭店甲东大门夜市的饭店，转播车线，好坐大众运输工具来花莲的民众更加方便。实际来到花莲客运转运站，开往台北的客运车顶无到10位旅客。司机讲，就算有来回400块的真优惠介绍，不过若是拄到尖峰时期，也是塞车。就算优惠，人也是有限。不是像那个铁路这么样子的专用道那么多啦，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公路的瓶颈。伫台东有名景点，平常时游客也是袂少。听到交通部伫连续假期推出坐大众运输工具优惠，真侪民众讲也是开车可能较方便。做家族旅游，跟家人一起出来就方便嘛。那去哪就去哪，应该是这样子。我们想要随时停就可以，因为有小朋友会比较麻烦。根据了解，交通部真重视10个2大连续假期的东部疏运。为了了解东部交通问题，交通部长林佳龙会在这礼拜5实际到南港车站看动线，也会坐客运到东部实地考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捷运的后野站伫今仔日中昼12点钟，伫咧傍空发生电线出火星的意外。捷运的驾驶随通报了后，也赶紧疏开民众，也因为火星无讲介大，拍火了后，伫12点49分就恢复通车。那车子到了，我们会喊大家。不好意思，时间不一定。中昼时阵，站务人员伫月台引导坐车乘客讲是系统故障。这是因为车北中昼高雄捷运后驿站上行方向的傍空内底出现火光，车厢内底乘客甚至听到爆炸声音，列车的司机甲站务人员赶紧来疏散乘客。
准备要走的时候，就突然有那个类似鞭炮的那种爆炸声，然后一直蹦蹦蹦这样。当下是没有停电，也没有烟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乘客在车上，好像也是蛮紧张。然后门一打开之后，我们都下车了。这是高雄捷运通车以来头一摆发生崩空的电缆导火意外。中昼12:03，列车司机伫发车前注意到头前的崩空电缆火有冲出来，赶紧通报现控中心甲消防队。事故当时，红线 R10到 R14是单线双向运转，20分钟才一班车，其他车站是局部运转，10分钟一班车。站长到现场用灭火器完成一个灭火，后续由我们的消防人员跟我们的车站人员进行现场检视之后呢，确认我们现场的火花已经不会再有一个复燃的一个现象，所以捷运公司就在12:49的时候恢复成正线的正常营运。高捷公司表示，这摆事故路段无伫初七暗时人工检查的范围内，不过透早车辆巡查，也有营运时间列车正常通过时，拢无发现各样。初步判断可能是电缆局部破去造成，加在发现得早，加上火无大，所以真紧就排除状况，无人员伤亡。详细导火原因，等暗时收班了后，会做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台北上山有一间顾婴仔中心，好亲像出现苦毒囡仔的行为。不过顾婴仔中心却是出面来赔回。台北市社会局也表示讲，目前介入调查。中昼休困的时间，囡仔拢伫咧困，其中一个幼囡仔疑似去互托婴中心的托育人员缀调咧，规个袂顶袂动。伊想要用这款的方式压伊困，毋但安尼，托育人员还佫摕被仔甲伊的面砍掉咧，了后就回头做伊走。像这个情形，若无细致，就会致使这个幼囡仔袂喘气，造成危险。多少会有点担心啊。我希望是角度的问题啦，我不希望说是老师会对小孩这样。伫咧台北上山的这间托婴中心，上课的时阵嘛，疑似有虐待囡仔的行为，监视器几啊届翕到托育人员疑似出手拍囡仔的头，还佫有分尸几啊个所在，而且涉嫌虐待囡仔的托育人员拢是同一个人。迄若去互指控的托婴中心是出面赔回讲拢是误会。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有一点空穴来风，那就是影片的部分呢，其实时间点已经很久了。托婴中心的主任讲，托育人员迄当阵手划伫幼囡仔的头壳，用规个姿势压伊困，并无硬缀伫伊的分尸。而且讲，这个幼囡仔咧困的时阵，惯势爱暗，才会摕有空的被仔协助互伊困去。也若去互指控讲有拍囡仔的头壳。托婴中心讲是角度的问题，那强调讲家长会当透过远端的视讯，随时监控囡仔的情形。不过目前已经先暂停这个托育人员的职务，那社会局嘛会介入调查。所以我们会看他前后比较完整的时段，他平常到底是怎么照顾的，以后他这个哄睡的行为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那这样子会做比较周延的判断。社会局表示，这间托婴中心108年偏监的成绩敢若有评定，已经退出准公共化的合作对象。若是虐待囡仔，或者是无适当照顾的行为是真实的，会当依《少管法》第49条，甲托育人员裁罚，以违反的情形轻重，处亲子教育辅导，或者是上悬60万的罚款，而且公布伊的名。也若托婴中心是会当依《少管法》第83条，上济罚60万，而且要求限期改善。若是情形严重的，会当下令停办，而且公布负责人的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2日啊，西半部的空气品质是真歹。昨暗也有几落观测站出现紫色的标示，表示达到无健康的程度。环保署也表示讲，最近减少氮氧化物有真好的成果。虽然臭氧的高度也有相对降低，不过污染的时间比较较长，可能要等候到初10才有机会改善。初8下晡，台北市天气转乌阴，无日头。臭氧的高度则无称悬，这2天西半部就因为日头真大，氮氧化物甲挥发性的有机物，伫跟化学的反应之下，会形成臭氧。初1下晡3、4点高度开始称悬，下晡5点，云林、斗六、甲桃园、龙潭已经达到焦色、真无健康的等级。到暗时7点，中部各有5个测站，嘛是显示焦色的等级。扩散条件转差我们外来的跟本地的这个污染物呢扩散不易的情况之下，在太阳光照射之后呢出现臭氧污染累积的这个情形。国内氮氧化物减量，虽然和臭氧整体的高度降低，不过煞变较袂散去。致使8点钟平均的数据超标，除了臭氧 PM2.5嘛也悬。
学者指出，中部的电厂烧天然气的机组大部分是伫9月份做保养，不过现此时可能已经出现空气品质不良的现象，建议空气品质已经会当移报，若是事先掌握，希望烧天然气的机组卖伫这个期间维修。发现明天会高污染，那他就这2天就今天跟明天就不要小修他把小修排在后面一点点，这样的话在高污染的时间以及前一天就有比较大的减煤机制，减煤量会出来。曾炳基教授嘛建议讲，应该修正气电共生实施办法。在空气污染的期间，台电应该减少用真悬的计数，甲民间小涂炭、气电共生厂的电买落来的方式，互电厂莫碰过头，协助减少污染。那环保署指出，臭氧会影响肺的功能，若是长期输掉，对健康会有败害。呼吁敏感族群爱减少户外的运动。按算车站有方面通过，空气污染有可能会当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促转条例，校园内面的奖中正铜像拢爱刷走。不过，着学校内面的铜像是别人管的，学校也烦恼讲刷走会引起争议。彰化着一间学校用铁栏把这个铜像围掉咧，所以引起民众的抗争。落尾学校也伫初八把这个铁栏全部刷走。彰化报道万来国小的学校内底有一个前总统蒋中正的铜像，学校一开始是以美化环境的名义，把铜像用落打掉咧，要互边仔的草会当悬定起嚟。不过民众煞无啥认同。他动作是跟他换人一样，把它关起来一样。历史就是历史啦，不管是好的坏的你说把它围起来，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学校表示，蒋中正的铜像是民国71年由地方人士捐的。铁笼引起争议了后，为了尊重多元的意见，已经伫初八拆除。那未来要安怎处理，会阁征询各界的意见。那原本我们就是要绿美化的，让校园更美，但是因为各界意见还是没有那么办法一致所以我们就回到原点，让我们再集思广益。彰化县教育处表示，顶一日促转会以促转条例要求各县市教育单位配合108年的课纲，甲蒋中正的铜像做适当的处理。所以发文予县内各间学校了解处理的情形，并无做规范，是尊重各间学校的做法，并没有要求学校一定要做移除或者是做一定的什么方式去做处置，我们反而会希望像我们刚刚讲，要结合学校的课程，那让做成学校一些装置艺术或者一些特色去做发展。根据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5条，出现伫咧公共建筑或者是场所用来纪念少年违反统治者的象征，应该移除、改名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彰化县教育处统计，县内还阁有16间学校还未对蒋中正的铜像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刷落来，咱来关心香港的情形。香港日前发生一个12岁的查某囡仔，经过示威现场刷去，互香港警察甲伊压伫涂骹，引起民众的不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仔日去互问到，是安怎看待香港警察的执法行为？伊敢若回应讲，有意见会当去投诉。香港西楼发生一个12岁少女经过恶达时，互防暴警察制服，并且用脚豆腐压伫涂骹。少女阿兄伫边仔想要保护伊，也防暴警察救开。少女老母看到影片了后，感觉真唔甘，也不满警察的做法，根本是假造證據加誣告。我真係好明顯係驚，咁佢想走開。即係我相信係咁，但係問題就係需唔需要佢係另外有個防暴喺第二個方向行埋撞低佢、撳低佢咧，仲好似用個膝頭壓住佢咧，我覺得應該係唔需要咯。小路巷喺街路上壓制條例，引起警方執法超過爭議。特首林鄭月娥參加行政會議時，2擺被問到安怎看待警察對待這個囡仔行為，也有使用武力是唔是適當？伊講市民對執法部門行動有意見，會應該投訴。最好就係透過我哋嘅調查，同埋如果有市民不滿呢，係提出我哋嘅投訴，提出你哋嘅投訴，我哋亦都會全面去檢視。另外，要參加反送中運動的12名香港青年，進前想要偷渡到台灣，卻是遭到中國廣東海警的查扣。林鄭月娥這一筆回應，應該由司法地、司法管轄區來處理，暗示應該送中。初八閣再講12名香港人因為觸犯中國法律法例，必須根據中國法律處理。But the question is not a question of simple getting back, as you have put it, because if these Hong Kong residents were arrested for bridging mainland offences, then they have to be dealt with according to the mainland law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jurisdiction, before any other things could happen.
而香港第三波疫情敢若较低，港府车备公布确诊数来到个位数，是这月以来上低。11日放宽限自0到4个人，重开室内外运动场。另外，也甲包含日本、泰国这11个国家讨论旅游泡泡圈，到时阵可望放宽限制。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到中美的经济对决。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的政策是大增硬，伫经济部一个部分是继续想要吹骨较严，唔若要减少，甚至是无要甲中国往来。美国的国防部也提出建议，希望甲中国上界大型的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列入去黑名单内。We lose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f we didn't do business with them, we would lose billions of dollars. It's called decoupling, so you'll start thinking about it. 照到美国劳动节记者会场后，川普延续2016大选前对中国强硬路线，甲头一个任期内底美中贸易战说法，除了强调要互美中贸易降温加做常态，也顶发甲工作机会外包甲中国的业者，方法是禁止这企业承包美国联邦政府合约，更加具体说法是甲更加多中国关键产业大公司列入由商业部主导的终端使用者委员会黑名单，名单内底已经有华为、中兴这中国 IT 大厂，总共275间企业伫内底。根据美国政府说法，美国公司要真做这中国企业的供应商，也是输入这中国企业产品，因讲无可能摕到进出口许可。川普想要打击中国的关键产业，特别是5G 网络建设方面。这个委员会除了商务部、由能源部甲国防部这重要部会代表参加。路透社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正向委员会提出建议案，甲中国上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也加到名单内底。理由是中芯国际甲中国解放军关系密切，输出科技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有损害。对此，中芯国际除了表示震惊，并且否认有军方背景，也强调继续甲美方沟通。有相关在名单中的中国华为科技是全球5G 网络设备重要供应商，华为和美国列入黑名单，和其他国家业者有更加多机会。就在美国准备扩大黑名单的同时，韩国的三星集团甲美国上大的无线网络服务商微讯正式确定价值66亿美金的合约，由三星提供的5G 设备和微讯部建美国的5G 通信网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西班牙的疫情，伫初7也超过50万人确诊，也因为目前这个时阵当咧开学，政府也当咧想对策要安怎处理。另外，世界卫生组织甲中国合作，分享到中国的新冠病毒疫苗是安怎得到国际批准的规定。第2波的新冠疫情咧滚价，西班牙最近平均一天差不多是增加8800多例。初7累计确诊的病例达到525549例，累计有29516个人死亡，成做西欧第一个超过50万例确诊的国家。卫生部门表示，疫情因为无同地区严重的程度嘛无同款，目前病院也会砍入。不过，国内800多个学生初7小连续返来学校上课，卫生部紧急协调主任死亡，提醒民众要爱细致，而且爱提高警戒。Colegios están empezando, algunos empezaron ya, pero fundamentalmente están empezando a lo largo de esta semana y con algún escalonamiento que hay, incluso la que viene, empezaremos a ver el impacto pues al final de la semana que viene o de la otra. People have relaxed too much, and now is the time for us to re-engage and realise that this is a continuing threat to us. 英国初7阁新增加要3000例确诊，专家烦恼讲，这是因为民众伤过无谨慎的结果。烦恼少年的感染者可能甲病毒为互免疫力较弱的老大人，造成疫情阁一届失去控制。文书大臣夏普斯初7宣布，为希腊7个岛屿等下英格兰的民众会加入隔24天的名单。When the next pandemic comes, the world must be ready, more ready than it was this time.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初7伫 WHO 例行发布会警告，全球爱替后一波疫情大流行做准备，呼吁各国政府爱积极投资公共卫生领域。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史马欧表示，世卫当地甲中国合作，希望互中国的新冠病毒疫苗摕到国际批准的资讯甲规定。全球目前有8种的疫苗进行第3期的临床试验，其中4种是为中国来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加坡的歌台表演是当地真有特色的文化之一，不过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伫7月时会举办的歌台，这回是改做是线顶播出。就算是安尼，这个现场会来收看的人数依然是真济。来，我们一同来欣赏一生喜爱。线上的朋友。
穿着全身区黄色的表演服装，歌手登台演唱。每一档的中元节，新加坡的歌台业者拢会举办传统的歌台活动，表演给往生的人看。过去活动举行的时阵，拢会用实体歌台，让歌手会当甲观众互动。今年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转做网络直播演出，虽然吸引真侪观众用网络看，不过依然有真侪人希望会当恢复实体歌台。那希望明年我们就可以再像之前这样，在当场这样大舞台来表演，然后有那个宴会，这样就比较热闹，希望这个病情能够很快的结束。早伫4年前，新加坡的歌台业者就开始经营网络的演出。伫新加坡疫情开始退了后，就完全禁止歌台演出，实体歌台拢总转做网络表演，影响真侪歌台艺人的收入。算嘛，互网络的观众增加袂少，甚至是有国外的观众捧场。其实我们这么做呢，我们也希望有朝一日，当歌台能回到实体的时候，回到我们以往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这些在网上的、在线上的观众呢，可以转为我们的实体观众。新加坡的歌台表演是一种传统的晚会型舞台表演，嘛是当地特色文化之一。每一个月拢有上百场的歌台表演伫新加坡国内演出，特别是一年一届中元节，一个月会当有到500场的实体歌台表演。唔但娱乐的气氛真好，佮有流行拜好兄弟的意义。部分表演的观众区，佮会加上头前的一排位置，当作是特别贵宾位，提供予好兄弟使用。记者来自东京报道。第12届海峡论坛今年9月19日伫中国厦门举行，国民党决定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担任代表团长。王金平表示，希望借着这届行程，互两岸情势冷静落来，甚至佮讲会遵守相关的法规，也强调讲蔡总统无希望两岸有死角差，国民党会借着这个来做一个重要角色。看开真欢喜，甲媒体拍招呼，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要做国民党代表团的团长，16带队去厦门参加第12届海峡论坛。上班21党的台湾，伊指出海峡论坛属于民间交流，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论坛拢无举行，所以这届是一个真重要的机会，两岸会当互相交流。中美发生紧张关系，连带呢，这个台湾当然也是相当程度的。一个这个有疑虑的地方可能被卷入，所以蔡总统也讲说，希望不要擦枪走火。国民党当然更需要主动的来扮演一个重要的责任。但海峡论坛一直互民进党看做是有高度统战性质，刘委会更加是真侪摆呼吁莫参加。我方人士参加具有统战性质的海峡论坛，应注意台湾社会观感，并遵守相关规范，不能进行违法的合作行为或缔结盟约，或与陆方签署协议备忘录等文书。陆委会初三祭出3个原则，包括禁止中央部会人员参加，嘛苛刻民众团体莫凊彩参加，而且警告若是涉嫌违反个人5法、有反渗透法，会依法处理等等。但是有员无法度阻挡王金平想要参加的决心。这是一个提醒他没有不要我去的意思，没有。行前或者是我回来之后，如果他要见我的话，那当然我一定会遵从他的意思。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总统蔡英文出席2020亚太安全对话，讲到台湾面对着区域威胁，需要强化伫印太地区甲各国的同伴关系。前美国白宫顾问 McMaster 也受到邀请，用视讯来发表演说。伊的演说当中，除了批评中国行为以外，也提出3项呼吁，希望大家来放大台湾的声音。
中国最近军事动作真接，更加伫渤海、黄海进行军事演习。情势升温的时阵，美国海军学院在网站公布，美军的2车登陆舰“美利坚号”车驶在台湾东部外海由南往北航行，支持台湾意味真高。另外，美军一架挑战者250侦察机早起对日本起飞了后，往台湾方向飞了后，转向黄海。另外，也有一架 RC-135W 电侦机经由台湾东部往南海飞行，国防部讲拢有掌握。总统蔡英文特别出席亚太安全对话，强调区域国家爱斗阵防止侵略行为扩张，理念相关联名合作是印太甲全球的新篇章。The rapid militariz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ncreasing and frequent gray zone tactics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East China Sea, coercive diplomacy used against countries and corporations.Just to name a few, are all destabilizing the Indo-Pacific region. 蔡总统表示，台湾向强化发展无对等能力，以及向美国采购 F-16V 战机加导弹这必要设备，让台湾人民对台湾防卫充满信心，经济甲安全袂用分割。而美国前北京国家安全顾问麦马斯特以视讯方式伫会中发表演说，除了讲到中国共产党借着疫情的扩张行动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并且提出3点加强，呼吁伫学术机构、国际场所、美国媒体甲电影工业中放大台湾的声音。We should amplify Taiwan's voice in international fora and on vital global issues. Taiwan's success as a thriving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 economy provides a powerful counter to Beijing's authoritarian mercantilist model. 麦马斯特强调，必须加强捍卫台湾，爱互中共甲解放军知影，采取威胁无度成功，也欢喜看到美国对台湾6项保证条例的解密，并且讲继续军售台湾的主张，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威胁甲侵略。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国际疫情一片稳定，也影响到国内较大间的旅行社，有一寡旅行社有实体店面的，也开始把店面收起来。交通部长林佳龙伫今日透早表示，按算要骗12亿来支持旅游业转型。也有帮旅行社全台湾17间门市要甲7间关起来，总公司证实会以门市人员的意愿清掉其他门市，或者是依法租客。也有帮表示，关店了后，逐个月干那是店租的成本，超会当成100多万，对这个时阵各伫咧动的业者来讲，嘛算是有帮助。我们全台湾本来就有17家的直营门市，那我们现在也缩编到只剩10家门市。那未来的实体门市的展店计划的话，主要会以加盟的形式来做发展。向西旅游嘛调整布局，到年底计划甲30间实体门市关起来，到时阵差不多剩50间。业者嘛坦白讲，目前敢若剩国内旅游来门市驻村的人真少。针对这波旅游业实体门市关店的代志，关国局回应讲，这属于业者的转型布局。毋过今年到目前为止，国内已经有48间旅行社解散，旅游业确实是疫情海啸的头一排。那当然，在这一个停业跟解散的家数是比这一个去年略微增加，因为去年是43家，那目前这个已经来到48家，目前现在还到9月份而已。我们也支持做智慧观光跟数位转型，那编列了大概将近12亿元。从我们的这一个特别预算还有就是前瞻预算跟未来的台湾观光2025年的一个中长期的计划的预算。交通部讲，疫情的冲击比原本预计更较久。除了等待立法院开议新查纾困3点控，交通部买半点钟登记的预算，并咧12月来支持旅游业，对好趁疫情的时阵来进行数位转型。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到咱的劳工，放无薪假上新的人数有15000多人，比顶礼拜减少4000多人。另外，农会协会所成立的食品加工厂也拢伫咧化欠工人的问题。因也希望政府讲到会当开放农会甲协会会当引进外籍劳工。全台放无薪假的企业，目前有666间，比顶礼拜减少186间，劳工减少4551人，剩15299人。也毋过，就有第6市无减电到增加人数，加出500多人，来到1840人。最多的话，是制造业，再来就是批发业。但你如果再跟8月份相比的话，它也是下降的。它是下降了21家，然后127人。
台南市劳工局无认为无薪假数据恶化，强调无薪假劳工也是有逐个月减少的趋势。另外，台南湾的农协会加工厂是发出欠工议题。为了无要互培育好的继续帮盘，去年为伫台东的新港农会，会将培育好送去加工做成稀疏 XO 酱。那遮全台几个县市农协会今年拢积极配合政策，成立加工厂。然过，农协会也毋忘会当比较民间的食品加工厂，引进外籍劳工，以降低生产成本。我们国家已经开放食品加工制造业都可以申请外籍劳工了啦。那为什么农渔会所设立的加工厂没有办法申请外籍劳工？这样的话，我们的成本就会就是在同业之间的比较高啊。农协会属于人民团体，所以经济部认为附属的加工厂需要成立公司才来申请移工。不过农会批评经济部是咧提责任，所以希望行政院跨部会协调，解决产业欠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唔闹天高热，现在国内也增加一个汉他病毒出血热的病例，是一位住伫屏东50多岁女性。经过调查，发现讲伊徛家附近有鸟鼠，伫个外月进前捌互鸟鼠咬到，今年到今已经有8人感染啊。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汉他病毒出血热的病例，伊是住伫屏东50多岁女性，最近无出国。活动的地点以因兜附近为主，进前伫因兜有发现鸟鼠，1个月前捌去互鸟鼠咬到，8月17开始发烧、头壳痛、甲目睭仁后壁咧痛等等的症状。迄天随去看医生，毋过并无改善。19阁一届去互医生看，有住院。也若病因小连续通报天高热、躯光病、指卡病毒感染症，还有汉他病毒出血热等等。尾手确诊是汉他病毒出血热。它的一些分泌物啊，包括尿液、粪便以及这个唾液呢，都会存有这个高浓度的病毒。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接触到它的一些分泌物呢，或者是它的污染的环境哈，比如说它有尘土或物体，或者直接被老鼠咬伤的话，就有可能被感染。疾管署表示，汉他病毒出血热潜伏期是几夜天到2个月，主要的症状是常常一直发烧、目睭红记记、虚弱、脚趾偏痛、头壳痛、腹肚痛、食袂落，或者是会吐等等。差不多第3天至第6天会有出血的症状，了后会有两白热、低血压，或者是强要无热。部分的患者心脏会点起，或者是腰子病变，甚至可能会演变做急性的腰子衰竭。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国内今年到9月17为止，累计有8例汉他病毒出血热的病例，甲2016年一直到2019年同期来比，拢变较悬，嘛创下从1995年有记录以来上悬的人数。从1995到2019年，每一年最多就是0到4例。为什么今年的汉他出血热？当然就是说，可能民众如果说家里如果说有发烧，再加上家里有看到鼠迹，那这个医师可能就会怀疑这个汉他病毒的一个出血热的一个疾病哦，所以就会通报出来。疾管署提醒民众，厝内若有喷或者是动物的饲料，应该要放好好势，而且甲厝内可能会有鸟气味的所在变好清气，这是预防汉他病毒上界有效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邦寮的交德国小，因有邀请在地写毛笔字的老师来教囡仔，而且是教囡仔写毛笔字是用画方式，希望培养囡仔对艺术的感受甲天分。纸张这边我们今天管过啊。独独批写落的屏东邦寮交德国小的学生囡仔，上毛笔课假使传袂少。老师予学生仔自由发挥，写毛笔变甲真好耍。先写字的笔画，刷落来画字的外轻，再去用印的印做一幅作品。在之前我是很讨厌静态画画，然后现在就是接触到书法之后，我才真正发现说，其实有些事情去尝试之后才会知道它后面真正的意义。感觉就是有点难，因为我就是那种即兴，然后就画很快，字会变得很漂亮。多多字来写邦寮在地民俗农产的特色，台北拢有囡仔家己的创意伫内底。在地的书法老师无用传统来教毛笔字的方式，顶多是摕现代艺术和传统来结做伙。因为传统的书法在教的时候，我们也会面临到一个瓶颈，比如说小朋友没有那么专心。那小朋友，我发觉就是他们写大字的时候，他们呈现的张力很活泼，那种线条就会超乎了当时的所想象。那这也是传统书法里面学不到的。
标定的作品就是学生认真创作的成果。学校长期来培养囡仔的美学素养，望因有成就感，会当培养尽心的功夫。上重要的是学会晓变巧，为传统行出新路。记者综合报道。人讲360项，项拢会出状元，而且真的是新时代，无分查甫查某拢会当来。些人讲查某囡仔袂当做油漆，也是做装潢的师傅咧。准备要伫咧全国技能竞赛油漆装潢类拼一个冠军的选手蔡玉轩，伊逐工拢开12点钟来训练家己，希望就是伫咧竞赛当中会当出奖。认真练习油漆，伊是蔡玉轩，因为伊要参加伫9月举办的第50届全球技能竞赛，逐工到练习场练习12点钟，就是希望伫比赛时有好表现。练习一整天下来，然后会觉得很累，然后身体会用得很脏，然后手可能也会渐渐的变得粗糙。但我觉得这都还可以，就是去克服，而且就是整个做完之后看到成品，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为着协助少年朋友培养专业技能，劳动部每年拢会举办全球技能竞赛。尤其最近这几年，因为性别平等的意识受到重视，嘛愈来愈侪女选手参加较粗重的一类，打破传统的印象。以往出众的职类都是男选手居多哈，那这一届我们有很多的女选手参与出众职类的比赛哈。那只要他们锻炼好这个身体，然后心理的抗压性够。那我想，女性选手在出众职类的表现也不输男性选手。新时代的观念改变，让大家对各种工课接受度变悬。尤其参加比赛选手，只要伫全国竞赛摕到各一类的前3名，就会当保送国立科技大学。各选手嘛拢把握最后练习的时间，希望替家己争取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台北市立国乐团有制作一出台湾歌剧《我的妈妈欠栽培》，剧情是改编自作家杨富敏的散文。这回也举办座谈会，邀请导演、编剧也个演员做伙来甲观众朋友开讲，也期待台湾的歌剧的路会当愈来愈开阔。咱发展的时间已经到，小小的产生嘛会出头。一字一句唱出台湾的日常生活。这出我的妈妈欠栽培，结合歌戏、南北管，也有咖喱戏的元素，展现出上在地的台湾故事。所以伫这边写的时阵我放真侪元素落去，包括讲规个伫歌词一直到台词，拢有押韵的迄物件，其实迄就是歌戏的戏句连啊戏。一个人管管百外口，阴茶立草，饲猪险狗，所以这种的妈妈吼，就是咱台湾的妈妈，伊拍拼敢若痛苦。我的妈妈欠栽培，原著作者杨富敏是台湾文学界新生代作家，连续2出作品登上电视剧和歌剧舞台，嘛，互伊看到文学无共的呈现方式。我是完全无共款的一个形式嘛。那电视咱讲的，逐工你得把疯狂的重播。可是这个虽然说伊只有出 DVD， 但是现场的感觉是很震撼的。这出歌剧去年演出，真受到民众欢迎。台北市立国乐团特别办讲座，和民众分享制作的过程。无共领域的合作，尤其剧中的作曲家颜明秀嘛表示，其实这出台湾歌剧无法度用西洋的角度来欣赏，嘛袂当用台湾传统戏曲来定义，因为就亲像台湾多元的文化共款，是一个元素相结，变成咱家己的台湾血口。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2020台湾文学奖创作奖昨有散文，今日要来看的是台语新诗得奖人杜信良的故事。这回得奖的台语诗号做《你留伫桌仔顶的纸条仔》，描写着反送中爸爸对查某囝的抗争，感觉真钦佩故事。咱也做伙来看杜信良对传承母语的坚持。我希望讲会让互更较侪人理解讲语言啊、政治啦。甲咱的未来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夹做伙的物件，迄是无法度分开的。
2013年，杜信良辞掉鸿海集团工程师的工作，结束7年无眠无日、无营写定式的生活，返来故乡台南陪妈妈，伊也成家放慢脚步，才开始用母语写诗的旅程。2013年开始，差不多年底开始写台语剧，尾啊拢逐当拢参加文学奖，秘书感觉心内有话。无通透安尼，就是想要一直写安尼，一直写安尼。杜信良对母语出发，因若写诗、写散文，伊也写歌词。我敢若点点头咧咧，惊人甲阮去笑口水。啊哈，有魂无体，心肝碎。虽然毋捌受过正式的台语教育，不过为着要甲母语捡回来，杜信良积极参加台文笔会，和侪作家前辈交流。去年，杜信良因为听到香港朋友的查某囝伫咧反送中的抗争遭遇不幸，全过身，伊就甲香港少年人争取自由理想的姿势，写做这条号做《你留伫桌仔顶的纸条啊》台文诗，这也是今年台湾文学奖创作奖台语新诗类的头名。家己嘛有查某囝嘛，有2个查某囝，啊看电视啊，佮朋友的查某囝发生这款的代志。是感觉讲足艰苦啦，啊，因为香港人无法度家己做决定嘛，问题是咱台湾人佫有法度做决定。啊，我是想讲，我有这个义务去甲这种代志写了。杜信良用心写作，找找母语，伊的牵手拢看在眼内，因也同齐打造全母语的家庭。一开始是爸爸坚持，落尾我感觉这应该是真重要的代志，因为。因华语真学伤紧啦，互我真感动是看说家己写作品，才甲家流目屎。其实我唔敢笑想讲，还是唔敢讲我家己有遐大的才调才华，去搁较写搁较好的物件出来。对我来讲，我上大的愿就是讲，我会当互我的查某囝继续讲家己的母语，安尼我感觉这就是我上好的作品啊。杜信良甲对生命的觉醒、甲追求，变做一条搁一条的台语诗，打动读者的心肝影仔。伊也望未来妈妈的月纪袂乌云大雾，会当有云开天青的迄一日。记者阿敏金陈老师台南报道。伫咧巴基斯坦有一只亚洲象，伊伫动物园生活35天，毋但伊的情伴已经过身啊，甚至无受到动物园用心的照顾。国际上就有人要求要发起联署，要求着爱放伊自由。落尾高等法院也通过啊，未来这只亚洲象会安排伫柬埔寨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巴基斯坦国岛亚洲象卡瓦长期毒气，脾气无啥好，为了替伊做体检，准备搬出到柬埔寨。国际动保团体饲料兽医甲专家团体先用水果米18个，甚至抢法兰克辛纳区的名曲卖火甲伊安踏，佮为伊做3期定情剂，等待药效发作，顺利替伊让药为伊心肠抽火，并且伫道边的镜头头实地晶片。Is really obese. His nails are in very bad shape, bad quality. They are cracked. They are overgrown. They are malformated, so he has to receive very urgently foot trimming, foot care. 被叫做世界上高度大象的亚洲象卡瓦，伫1985年集会时阵，就被斯里兰卡当局当作礼物送予巴基斯坦。35年来，拢饲伫遮，伊为伊的伴侣象母。沙赫勒1990年为孟加拉来到巴基斯坦，也毋过工作人员照顾无好，2012年就过身，卡瓦从此佫成为孤单一只。司机也佫定被铁链啊链着，因为生活伤过无聊，卡瓦已经出现惯性的缺板化行为，长时间害头。兽医讲，这是为了刺激大脑分泌互人快乐的脑内啡，代表伊的生活真欠刺激变化。美国加州一名兽医几年前伫巴基斯坦旅游的时阵，看到真无快乐的卡瓦，就忙替伊请病。2015年起，全球累计超过25万人连署。巴基斯坦高等法院5月总算下令关掉这个真有恶名的动物园。卡瓦等体内会当负担长途飞行运输的时阵，将被送往柬埔寨一处动物保护区。He has to b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challenged in the future, that he is facing a good life for many years.
因为欠动保法规，巴基斯坦各地的动物园拢卖传出无人道的代志。卡外大个动物园关掉了后，其他的动物也拢爱散走，也毋过真侪工作人员无接受过专业训练，搬迁中造成2只狮仔甲1只鹈鹕死亡，部分野兽的终身安置也拢真有问题，保障龙魂也未找到最后大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5度到33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也带观众朋友来到意大利行行看看咧，也感谢您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跟着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这阵仔的天气暗时开始会凉冷，因为这季已经来到白露啊。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白露。白露汉字写作白露，罗马字写作宝诶白，罗乌罗，白第8条。露第7条，白露差不多拢伫新历9月初7到初9迄卡兜。这个时阵的透早时啊，厝外的涂骹也是草啊、叶啊顶悬拢有真侪露水。这是因为前一暝暗时啊，气温初低，水雾建造露水掉伫顶面呢。所以这季来到白露，早暗会较凉冷。加日时的温度真差较济，弟弟妹妹，你若日时啊足热，穿较少啊，早暗都爱加套一领衫，较袂去冷着哦。白露这个季季拄好是猛冬挂季的时阵，就是第2期的稻作开始生出稻穗，因为雨季拄过，稻啊需要露水。才会有够野的水分，通顺势大长。俗语讲白露草甲地后，意思就是咧讲白露过了后，较无雨水，草啊就会自然孤单。伫白露这个季季，要安怎来预测天气？真简单，只要白露一天，透南风，像安尼。安尼，咱就会当知影，日后会强在落雨，涂骹不时就会澹澹。有一句俗语，白露南，10日9日澹，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会使记起来，等白露迄阵啊，观察看卖就知。白露即阵嘛是油啊、鱼啊、来啊、加卡白笋。
当咧大出的时，还阁有桂花。这时嘛开甲真水，市民开始咧卖月饼，一面食好料，一面赏花，真享受。柳、白露、露水、门冬、挂龟、白露草、家己后、白露兰、10日到日谈。早暗凉凉，爱记得加套一领衫哦。今仔日的大港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